积电昨来举行着法人的说明会，讲要扩大来投资高雄。除了即摆当咧起的2座2奈米的净烟厂之外，要阁来增加第3座。安尼甲滴滴算算咧，台积电总共会伫高雄投资2条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讲，真感谢台积电来高雄投资，将会全力提供协助。 台积电伫昨举行发说会，会后讲，因为2奈米真需要，除了高雄建立起的2座2奈米厂，计划将评估开发第3期的厂区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讲，无论讲是水电还是人才，拢会全力协助。未来我们的2个再生车厂会提供大概每天大概有11万吨左右的这个再生水。 好，那电的部分本来我们的供应就无余。第3座工厂会起伫地，敢会伫南仔坑产业园区？市府表示讲，要伫评估甲规划，为台积电宣布高雄设厂了后，嘛带动经济成长。依照统计，最近5年来，高雄各行政区的人口有减少，不过南仔坑、仁武、桥仔头这3区人口增加。 2023年，南仔坑人口数19万1000多人，已经是第4大行政区。人口增加，倒位是买厝的热点。地政局资料显示讲，南仔坑高台地区、土库中卫区、仁武的仁祥、八卦、上宽、甲桥仔头的新市镇，这是买卖前几名。房仲业者讲，南仔坑这个厝价为2021年下半年一直起，厝龄5年来一平价销差不多是25万、26万。 为建案甚至已经到3字头，半导体边的产业链随着台积电积极的布局，将会带动高雄经济发展的动能。整体房屋市场卖稳定佮乐观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